3，不满精进。不满精进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要有满意的，不要有满足的意思啊。我们平常都是说对实践法一定要有满意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对修持佛法不要有满意，一定要继续修持，一定要精进的修持。那么对修持佛法上面我今天做了多少的功课就差不多了吧，就有这种想法，或者是就已经做了一些功德的时候，好像很满意的自己就已经做了很多了，那就是1年2年不做也没有关系，有这种的想法是不对的。所谓的不满精进就是这个意思。自己无论是在闭关还是在观修本尊、诵经念咒、行持善法等方面稍有成就之时，不应以此为满足，而应发誓自己活到老修到老，乃至未获得圆满正等觉果位之前，必须如长期的河流般持久永满的精进修持。如圣至前辈所说，修法时应如鸡牛食草般，饥饿的母牛食草时，前一口没有吃完，眼睛便盯着下一口。同样，前一个法尚未修完时，我们心中应该计划此法修成后应修某某法，山门一刹那也不应与休闲安逸，无有正法之中修度光明，应一天比一天更加精进的修持正法。好，那这个方面呢，就是我继续念下去不需要太多的解释，因为大家都这个比较听得懂，比较容易。这上面说的那个饥饿的牛吃草，一般就这个意思来说，我们在修持佛法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功课不能想，哎呀，这个功课太长了，我可能应该这个都做不完吧，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。有一个想法就是必须得要做完这个功课，这个功课做完以后，那就是接着下一个要做什么功课，那会这样去想。那么这个又不是说有些人今天在这里接了一个无家心，明天去报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接一个无家心，然后去其他的地方又接一个法，一个都不修的那种，这个不对不是这个。今天这里说的是每一个法都是修完，然后再修另一个法。比如说今天我们先那个念莲花生大师的注语，我一定发现我要念完10万次的莲花生大师的心咒，一定要就是认认真真的念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想，我念完这个10万次的莲花生大师心咒后要念什么呢？是不是要念六度母，或者是念释迦牟尼佛，或者是念那个阿弥陀佛等等，就是要有计划的，要有计划，一定要想好。那么这个就是饥饿的牛吃草一样，饥饿的牛吃草的过程当中，当然这吃一口没有吞下去之前，我就先吃完这个再吞下去再说，没有这个想法。正在吃的过程，这眼睛就是瞄着其他地方就是哪一口是更好吃，会有这种的想法。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就是做一个功课的时候，我做完这个功课后呢，就是做什么功课才是最殊胜，以这样去想。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？考虑，这就是我们不要以一个法就满足了，就是在那边听着的。我就是这里面有讲的就是不满意，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传承一点点，然后就是再找另一个传承，然后再找另一个传承，这种就是跑来跑去的那个，就我们这时间的这个语言当中讲的花蝴蝶一样的，今天在这里也沾一沾，那边也沾一沾，那边也沾一沾，那种就这样是不对的，必须得要认认真真的一门深入那么在修持的过程当中来说呢，也是前后程序都是不要颠倒的，好好的修持，这些都是不用讲的，这些都是基本的。基本的上面呢，就是一个法没有修完之前，都是考虑下一个要修什么法那么这些都是必须的。不然的话，很多人就是主要是有接了一个无家庭的功课那这个就完不了了，本来就想好了完不了了，那就不要说是要下面修什么法，那这个是不对的，必须得要完成，而且是尽快的要完成。这个上面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无常
要有担心呀。无常随时都会来，我玩不了法就没有用啊，所以就怎么办呢？太可惜了，再下一次能不能够得到人生就不好说嘛，对不对嘛？对。那如果是得到人生，如果是就是我们下一次就是因为今生也没有做什么布施，没有做什么功德，而且是对这个时间、金钱这些方面就是那么吝啬的情况下，也下一次虽然得到一个人生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是升到一些就是贫穷的地方，像非洲一样的那些变成一个非洲的黑人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连衣服都没有穿嘛，那就不要说是修心，修什么心？没有，根本就是连那种善恶的分别念都不会有嘛，对不对？只是能够就是在有一个人生而已，然后没有其他的太多的，变成那些耶人等等的。那现在的这个社会时代也是有很多耶人嘛，啊，那如同耶人差不多的，也有一些没有什么善恶分别的地方，也有一些呢恶作为善的，相当于就是杀生为善的那种宗教也有嘛，对不对？各种各样的，那就下意识自己就变成那种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东西的话，就变成人也有什么用呢？那么其他就是地狱恶鬼，那就出生那些就更不用讲，更苦嘛，对不对？更惨嘛。所以呢，我们今生的这个宝贵的人生才是最珍贵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时间概念，一定要不顾一切的去修持。我今天早上发现，在这里修无家心的人只有静止一个人。那我觉得你们都是很了不起，都已经可能圆满了所有的功课。那么就是在来无家心的功课，这些都好像都没有人在修嘛，好像都已经圆满了吗？那还是没有圆满嘛，大家都知道嘛，那就一次的问也没有什么意思嘛。但是一定要知道，赶快圆满以后，接下来要去修什么吧，这些都是一定要计划，好不好？有计划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精进是不能对法上的满意，不要得到法上的满意，一定要修完，修到老啊。那么我们活到老，修到老，修到成佛之前都是不能放松。自本作累